讲道展望未见之事，请曾牧师。祝牧师德良教会所有中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在主的名，恩对网络顶关注的同心做礼拜兄弟姊妹，关注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。伫新的一年，愿咱对圣经的应允，咱来得到施恩甲祝福。主是一个为着人类所备办，互人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一个施恩的主，伫新的一年，咱伫主的祝福的中间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耳孔，也开咱的心，互咱仰头前举目来看上帝所备办的一切。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咱要得到圣神的帮助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我们的主宰历史的上帝。你掌管人类，你创造宇宙，阮有何等的欢喜甲福气，会通伫阮一生中间来敬拜你。虽然人看袂到你，但是伫阮的一生中间，就亲像阿伯的喊，阮真个我来经历到你的同在。伫新的一年，两间教会同齐敬拜，伫你的圣殿中间同心祈祷。求天顶的上帝施恩恩待，互普天的所有建立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拢正做你施恩的宝座。建立条件你的人，因的目睭拢得到拍开。主祝福今仔日的礼拜，亲像用日光来照土地，你的灵就踮伫阮的中间，互黑暗的关系离开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，交伫你的手中。愿主你甲阮三甲伫地，愿咱的恳求祈祷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新的一年就是按头前所查的表来跑走。人类对未来又爱又恨，人对将来有期待，但是伫将来中间，因为人类无法度知影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所以人常常有焦虑，唔知我的人生将来到底要怎样。何去何从？亚伯拉罕的故事伫圣经中间受称叫做信仰的老爸，唔是无理由。圣经用真长的篇幅来记载上帝怎样引带伊，然后伫伊一生中间怎样甲上帝同行。严格来讲，圣经记载亚伯拉罕75岁，受上帝的拣选甲呼召，记载伫创世纪12章。伊对伊的故乡叫做俄珥。就是今仔日的伊拉克，伊沿着幼发拉底河往上走，行到叙利亚，伫叙利亚中间的一个黑兰休困，然后搬过这个幼发拉底河，进入上帝要引带伊的迦南地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上帝对伊75岁，一直到伊175岁，安息伫主的手中，足足100年。上帝所应允伊的迦南地，伊用100年才了解。因为起头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，照伊的回忆录记载伫希伯来书，伊讲伊嘛唔知影要何去何从。圣经记载讲，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，伊要何去何从，伊嘛唔知。所以伫后来这100年甲主同行契约的中间，伊静静咧看上帝的引带。伊的故事会当成做咱的故事，咱一个人对头前的路何去何从，充满期待，确实嘛充满焦虑，因为我唔知影我的将来到底是好是歹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今仔日做伙做礼拜，因为咱有一个同一个上帝，伊是4000年前引带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伊嘛是今仔日伫咱中间。引带咱向前行的上帝，愿咱今仔日这个礼拜的题目叫做展望未来。虽然咱唔知明日将如何，但是咱深信，咱的许多人甲咱讲的上帝，咱所敬拜的上帝，教会所宣讲、所敬拜、敬奉的上帝，伊要对咱少年到咱一生，甲咱三甲伫地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圣经用新约做头前读，好亲像将结论放伫头前。希伯来书第8章第11章第1节到上落尾，基本上希伯来书11章，伊咧讲的就是因为信。所以伫希伯来书的11章中间，讲真侪以色列人因的长辈、因的历史中间的族长甲故事。第一节就讲起所望之事、未见之事，所仰望头前、摆伫头前的代志，是将来毋捌看、毋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的代志。但是因为相信，因为信这个呼召的上帝，伊就离开伊的故乡。对他了后，伊无搁再称作伊拉克人，伊嘛无搁再自称伊后代叫做叙利亚人，因自称讲，阮是将要灭亡的阿兰人，但是阮正对上帝的百姓。伊甲阿伯拉罕改名，叫做阿伯兰，变做阿伯拉罕。原本阿伯兰的意思就是一个真尊贵的人、受高举的人。阿伯兰的这个名的意思是安尼。但是上帝甲伊讲，对打了后，你的名要叫做阿伯拉罕。阿伯拉罕的名，这个意思就是正人的老爸，世世代代做人信仰的老爸。但是这个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真做万国万族的领导者。老爸这个意思伫希伯来语的中间有领导者的意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咱伫今仔这个敬拜。咱毋是干那看过去历史，咱嘛要看头前。徛伫今仔日好去好从，是一个选择。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会中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、古早人、今仔日的人，拢伫上帝的面前来经历着这个看袂到的上帝。当阿伯拉罕伫这100年的中间，毋是一帆风顺。因为上帝甲伊讲，我要互你有一个应允的地。兄弟姊妹毋通误解，因为真个时阵，咱听到老灵甲密，咱就想讲，上帝应允什么拢毋免做。迄个国降临，阿伯拉罕就忽然叫做国王，就是游牧民族的中间呼风唤雨，伊就有权柄、有军事、有力量。上帝应允阿伯拉罕。应允之地，敢是安尼嘛？咱来斟酌甲看，并毋是安尼。但是伫今仔日个故事有甲咱讲起，伊甲罗德两个人，虽然意见无共款，但是上帝伫迄个所在表明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就是人的选甲上帝的安排是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通过今仔日个圣经仰望，咱会通得到智慧。罗德所选的，伊看做好，因为平平徛伫迄个山头约旦河岸边的山头顶悬，因两个人因为家族人来啦兴旺，所以就起了纷争，意见无共款。这就是今仔咱台湾人面对选择的人，有人讲柯 P 是台湾最好的选择，你想咧？有人讲不要选蓝，也不要选绿，啊，不要选啥咧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中间展望未来，咱有责任。阿伯拉罕，伊对头到尾，伊知影这个引出伊离开故乡5年的上帝，伊会讲话，伊会出手。所以当伊的直啊，满背做头行，满背成经选，阿伯拉罕的度量让伊不要紧，虽然意见无共款。但是咱是骨肉之亲，咱有同一个命运，你选我选，拢同款。但是当罗德离开了后，上帝出声讲话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，你拄则听到书会所宣读，你听到对。今仔日个圣经咧讲起上帝引出一个人的时阵，伊甲伊讲：当你要往未来之地行的时，你应该做2项代志。第一，斟酌看东西南北，看这个字，包含斟酌用你的面睛、目睭去看你的生活的环境。伫
伫祈祷的中间，上帝要开咱的目睭。虽然咱毋知未来要发生什么代志，但是当咱用祈祷的心看咱的生活甲咱的活命时，咱就要看出美角。上帝是一个掌管历史的主，伊伫咱的人生嘛会安尼做。第二，伫今仔圣经中间来讲起，上帝甲别人讲：起来，行，遍行我所甲你指示所有这个所在。这个字原本的原文叫做困，起来意思困，伊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坚定、脚步踏稳、勇敢壮大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到心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安尼讲：信心、信仰到底是什么？信仰就是对未来有一个愿望，而且这个愿望是我心中相信一定会实现。兄弟，伫你过去的信仰的路程顶端，你敢有这种确信讲，我的上帝的确袂辜负我？伊若予我一个感动，伊就会安尼成就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这种的信心。第二，信就是你看袂到，你毋知将来要什么代志。伊讲未见之事的凭据，就亲像一个人若摕张支票互你，爱伫支票顶悬写偌济数字，然后伊下面甲你签一个名，讲这就是我要互你的。上帝若通过咱的祈祷中间，伊照伊的名甲咱应允。兄弟姊妹，你想你手中这张支票是别人票吗？还是真正你会通领的票？咱的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代表讲，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愿咱今仔日这个礼拜是咱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，亲像阿伯来喊，愿主伫你我咱的中间开咱的目睭。我要用这句话做今仔日的金句来回应阿伯拉罕的故事。伊讲起上帝呼召伊离开伊的故乡5年的时，伊毋知头前何去何从，就亲像哥林多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，上帝所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上帝为着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有祝福。兄弟，你敢相信？无论你有相信无相信，兄弟姊妹，这礼拜应该毋通空空离开礼拜堂，敢是安尼？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，你是我心所敬爱、真个我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你伸出双手。天父讲：世间的许多人敢无听伊的囡仔嘛？更何况天顶的上帝，敢无超过这个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虽然伫咱的过去的年日，无论是教育、社会经验，甲咱的能力，拢有限。有真侪代志，咱目睭毋捌看过，嘛毋捌听见，因为咱的生命的高度嘛无够，所以甚至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展望将来的事，咱伫主的面前，换咱的心祈祷讲：主啊，伫我一生，你有什么种有备？兄弟姊妹，为着一生祈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耶利米书第2章第3节，上帝甲耶利米讲：这个天地敢毋是我创造的嘛？所以耶利米书33章第2节，伊讲：我就是成就的上帝，我创造这万物。第3节，333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，伊讲：你若求，你若按我恳求，我就要赏赐你。赏赐什么？上帝甲耶利米讲：一件又大又难的事。上帝讲：天地是我所做的，
伫这个世间，敢有学得正的事吗？上帝甲不是甲亚伯拉罕讲，上帝甲亚利米讲，我恳求，我就要指示你又大又难的事情。兄弟姊妹，愈是咱做未来的代志，敢无应该愈专心祈祷吗？基督徒甲非基督徒拢同款，若咱做会来，就清清公公就去做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敢就甲上帝参详？有真多代志，咱若做会来，咱就去做啊。但是咱的时代甲咱讲，愈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做未来的代志，敢毋是愈应该伫基督的面前，伫上帝的面前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你帮助我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相信上帝有比，你相信吗？信的人就得着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咱的将来。虽然咱毋知咱的将来，但是咱相信咱的上帝知影咱的将来。原咱甲咱的囡仔嘛是安尼。亚伯拉罕离开伊的故乡5年的时阵，以色列未出世，敢毋是？75岁亚伯拉罕，伊到95岁，上帝才应允伊要对伊的身躯，就是已经衰烂年老败坏的身躯，伊的妇人人嘛已经年老90岁，无有妇人人应该有的生命活力，所以对因来讲是阿婆生囝。但是上帝讲，要有子孙对恁这个已经死的活命内底有4个活。这是天方夜谭神话故事。所以连亚伯拉罕的父亲人伊嘛偷笑，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奇妙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创造天地，伊是有4个活的上帝，伊是有绝望与噩梦的上帝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为着咱的头前祈祷。所以听你姊妹，是咱人生的旅程，就亲像行入一个森林。完全无路，你爱家己开路，你嘛毋知东西南北。但是伫祈祷的中间，上帝要引带咱。4000年前，上帝引带亚伯拉罕。今仔日咱有关相信这个故事，伊毋是一个神话故事，伊是一个信仰的故事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展望未来的事，就亲像有一日咱要拍开上帝予咱的礼物。咱拢爱圣诞礼物，然后人送咱的包装愈水，咱拢期待内底越有价值。原来伫主的面前得到一个礼物，又珍贵又宝贵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咱的头前当作祝福，就亲像伊甲亚伯拉罕做准备。伊讲离开你的故乡，向前走吧。迄个字叫做 Lech Eretz， Lech Eretz， 记载伫创世纪12章，上帝甲伊讲：你在离开你的本乡本族，不但离开迄个地理上的恶恶，更加要紧，就是离开你的习惯，离开你的文化的束缚，离开你过去的经验，因为你要过一个新个活的人生。Lech 意思是 Go forward， 向前行。到 Eretz 这个字就是地啦，土地，英文的土地。迄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，不是向前行，是进入你的生命的心内。Go into yourself， Go to inside yourself。所以你姊妹愿今仔日的圣神拍开你的心门。互你开始甲上帝参详你将来的人生，主帮助咱。信仰就是一种甲上帝约束，信仰就是一种甲上帝同行。所以听你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这就是上帝甲亚伯拉罕所讲的话。你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，往我要指示你去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听见？4000年前讲话的上帝，今仔日嘛甲你讲，起来行，我要带你到我要带你去
的所在。我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每一句上帝的话，拢是祝福。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所讲的话，后来伊的子孙回忆，因为亚伯拉罕若无甲伊的逝世讲这句话，后来就无希伯来书11章第81句话。伊讲亚伯拉罕因为信心受呼召的时阵，就顺叹顺服，因为上帝伫为着伊将来有一个备办。伊讲出去，伊要去什么所在，伊嘛唔知影。来用咱的中文叫做何去何从，对不对？兄弟姊妹，咱有法度生囝，咱有法度教囝，但是咱嘛唔知咱的囝将来会安怎。像咱的囡仔带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这个囡仔是你交代我的，主啊，这个囡仔将来交代你。兄弟姊妹，教会就是安尼来帮助兄弟姊妹。咱来到上帝施恩座前，何去何从？咱定心谦卑，拍开这本圣经，和这本上帝的话、智慧的话、真理的话、活命的话，成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这是亚伯拉罕伊的人生的旅途。5年是伫这个下面迄个下面，迄个所在是今仔日的伊拉克。伊往北行到叙利亚哈兰，对哈兰搬过幼发拉底河。亚伯拉罕一生行2条大江河，第一条就幼发拉底河，对于75岁开始无怨无悔、没有回头的一条路。伊离开哈兰了，就从来无阁想讲伊要阁倒去做叙利亚人甲伊拉克人。伊离开哈兰了后，后来伊嘛毋知要何去何从。有一日伊无甲上帝参详，伊就空空行，就行去到什么所在？埃及啦，搬过红海，过到埃及，惨死伫遐咧，敢毋是？伊到埃及的时阵，圣经记载讲，伊父亲人虽然年纪大，但是还阁面貌真水。就甲伊讲，你毋通甲讲你是阮某。伊要甲上帝参详，伊就去埃及。所以伫迄100年的中间，有真侪时阵，拢是行袂路了，佮定心都会到上帝的面前。兄弟姊妹，展望未来的事，亚伯拉罕互咱有足好的一个启发，甲信心的造就。咱的生命中间需要一条江河，起而行，向前行。兄弟姊妹，什么是阻挡咱向前行的迄条大河呢？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亚伯拉罕甲上帝讲：“你要带我去倒啦？我较知影，我即摆所徛的这个所在是你所应允的地。”伊讲：“我怎么能知道？你所应许我的就是这样子。”上帝甲伊讲：“你敢袂记得？是我带你离开乌尔，是我带你离开幼发拉底河，是我带你进入迦南地嘛？我就是伫乌尔出声甲你叫的迄个上帝。”兄弟姊妹，咱有初信迄一日，但是日子久了后，咱的初信甲起初对上帝的听，无一定要阁遐强烈。敢是安尼？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对咱讲话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2句话。当罗得离开伊的时阵，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看，徛在，徛停停，徛咧，东西南北你甲看。既然你目睭看会到的所在，拢是我应允你的所在。咱毋通误会，上帝应允了，人就毋免有责任，可以守株待兔，不做任何事情。上帝讲这是我应允你的所在，意思就是我要互这片土地来互你生存，你嘛要成做别人的祝福，有义务，有管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就是安尼的上帝。第二，上帝甲伊讲起来，向前行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听到上帝甲亚伯拉罕所讲这句话。耶和华甲亚伯拉罕讲：“你举目看你所踮的所在，往东西南北看，看意思就是用祈祷
用智慧做判断，就亲像今仔咱咧讲的，选对了事情，走对了路。兄弟姊妹，选择是一项能力，选择是一项无容易的代志。大家拢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但是选择出来，大家无同款。落着目睭看，就是人的眼光。伊看到所多玛俄摩列，就亲像埃及地迄个尼罗河畔，种什么活什么。伊目睭发光，去看所多玛俄摩列，就亲像上帝的园。圣经安尼记载，什么意思呢？伊看到迄个所在是一片平原，咱若要买厝，真少人要去买山头，除非讲你要去道坛啦，去灵修会馆啦，敢是安尼？多数人拢爱去买都会区，就亲像所多玛俄摩列。罗得所选的一代都也未了，就结束啊！但是上帝所应允亚伯拉罕的，4000年前到4000年后，今仔日迄个迦南地还搁伫遐。所听的姊妹，你爱互什么人做决定？原来伫主的面前听到伊所讲的话起来，意思就是信仰，不是出一支嘴用讲的，信仰是爱挖出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愿意甲你立约，我愿意甲你立约，因为这个约是新约，主，互我甲亚伯拉罕同款，一生甲你同行。亚伯拉罕因为甲上帝立约，所以上帝互伊足足100年，对75岁到175岁，上帝带伊倒转回天家，因为100年的中间来学习这个功课。因为上帝甲伊讲，你看这个土地，伊看100年。所以听你姊妹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修行为着咱家己祈祷。咱问讲，主啊，这段圣经对我来讲，今仔日有甚物种的教示？有甚物种的启发？有甚物种的指导？将你的将来对你的心中摕出来，恭敬甲主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。你若讲当，我就当；你若讲西，我就西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顺服？如果若有上帝的圣心伫你的心内，有感动你的心，你敢愿意甲上帝讲好？因为你讲一句话，我就向前行。安尼做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上帝无辜负听伊的话的人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将咱的将来交予上帝。不但你的将来，嘛将你的子孙的将来，亲像亚伯拉罕将以撒交予上帝。伊带到山头，伊伫咧中间将以撒献予上帝的时阵，上帝接纳，但是上帝予伊所准备的羊羔伫祭坛顶悬代替以撒。所以上帝称耶和华做耶和华以勒的上帝，恁会记吗？今仔圣经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有备办，伊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。所以圣经有真深，嘛有真具体的应允。愿主将这应允变作真实，放伫你的人生中间。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是挑出咱的人生中间会通理解的事。伊讲连想象嘛，想象不到。展望未来未见之事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回应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祈祷，嘛回应教会的祈祷。教会将来怎样，咱唔知影。但是咱敢捌想过，1000年后咱的教会是什么种的教会？咱可能拢从来唔捌去想过这个问题。咱敢捌想过讲，这间教会1000年后，伊生做什么款？我伫英国的伦敦一间叫做西敏寺 （Westminster Abbey），伫遐做一届的礼拜。我入去的时阵，师会摕一张听书表给我，甲我笑一个点头，表示欢迎。我坐伫伊的礼拜当中间，静静拍开看，
第一个欢迎的话，伊讲：欢迎对世界各所在来兄弟姊妹，甲阮做伙做礼拜。今仔日的礼拜的停息、停事方式，是阮1000年前到今仔日拢同款的停事。迄句话深深影响着我。有甚物物件是1000年后，也阁真阁活的？也这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敢捌想过为1000年的生命来活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主开咱的目睭。虽然从捌看，但是咱一看，咱就知讲啊，主啊，这是我爱的，对，就是安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，看到未来将来奇妙的有变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不是自私的上帝，上帝嘛不是藏私的上帝，上帝是疼惜世间万人的上帝。你若愿意，你嘛有份，我嘛有份，大家人拢有份。我咱伫今仔日礼拜中间，听见上帝讲，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。德堂教会敢有甚物通互德南教会参观吗？所以我甲朱牧师讲卖啦，恁踮恁教会做礼拜，阮教会阮来做礼拜，阮教会遮尔是一个草地教会。但是，确实上帝伫阮中间有伊足疼惜的所在，是我们不能不说的话。伫这间教会有一讲袂当无讲出来的故事，关上帝伊的名伫这个所在，毋是咱教。是上帝疼惜每一件伊最新的事伫咱的中间。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这句话就是德堂教会伫这35年内底的写照。伊这间教会捌亲像拄久的教会，这间教会那亲像要关门的教会。但是上帝互一间用要关门的教会，伊得到上帝迄种活水泉个重新活起来。我想这就是德堂教会唯一会通徛伫恁的面前来讲起上帝的作为。你我咱，上帝所想事，一项新的事，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耶和华古早互亚伯拉罕的耶和华以勒这种的祝福，今仔日嘛临到你甲我嘛？咱若无阿免，你就实在是真戆啊！好，歹势，我甲恁安尼讲，较无礼貌。我若去参观教会观摩，我若看到互我感动的教会，我一定阿免了，我才靠离开迄间教会。哦，你问我讲是啥物意思？我若看过什么种真正是上帝荣耀伫迄个所在充满教会，我会甲上帝讲：上帝伊有的，我嘛要有啊！安尼有公平无？上帝，你会伫新酒店馆，你伫这个所在做做，伊有我嘛要有。兄弟姊妹。咱的上帝就是这种的上帝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为着咱的人生做这个祈祷。你的将来伫你甲上帝的手中，原本是你，但是你若甲上帝参详，你手中这个管仔，就亲像摩西手中迄个管仔，当其离开西奈山的时，摩西讲：“我手拿上帝的管仔。”恁会记迄段圣经记载安尼无？原本是伊手中伊所有的财情都是安尼，但是当伊看到迄个燃烧的荆棘，当伊看到上帝了后，伊受差遣出去。伊讲对迄个时阵，上帝赏赐我一支新的管仔，迄支管仔犹原是旧的，但是迄支旧的管仔充满新的权柄甲能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靠祈祷向前行。靠祈祷向前行，这是上帝对咱的应允。那安尼，咱要亲像亚伯拉罕问上帝讲：“我怎么能知道今天的礼拜会成真呢？”你家己问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问上帝讲：“我要怎样知影你所讲的话会照安的应允？”愿这个上帝伫今仔日回答你的问题，回答咱的问题。愿咱听见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离开你的故乡，迄项代志不是偶然的。”我再讲一摆，
一个人为着伊将来好去好将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引出来的事，代志发生，绝非偶然。目睭中若有上帝，你会看见伫700年的中间，上帝怎样甲你同在。你若相信，今日这个故事就是你的故事。咱若相信这个故事，今日就是咱的故事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创世纪第13章，有2个人，一个叫罗得，一个叫做亚伯兰。但是，若严格上嘛会当讲起，人的心内住2个人，人的内心有2种无同款的主张。有一种的主张是用世间的主张，亲像罗得，因为伊看到所多玛俄摩拉肥个水，人是看外表的上帝，啪哩啪哩穿个水水，这个人。行到什么所在，人拢感觉这人可能不是小人物哦。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不动声色，亚伯兰，伊静静听上帝讲话。像弟兄们，咱的人生中间有2个人，伫咱的内心，一个主张左边，一个主张右边，兄弟姊妹，这2个人常常搅扰咱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上帝问你讲，你要选择做对一种的人。咱讲上帝，亚伯拉罕，伊无讲过一句话，伊拢无做决定。但是你的决定就是伊的决定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上帝所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因为亚伯拉罕不自作主张。因为亚伯拉罕不是短视近利，展望未来，大家人拢展望未来，但是人生的结局拢无同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将智慧放互咱，特别是将信心、敬畏上帝的信心。因为圣经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有敬畏的信心的人，伊就会当看见，会当听见，伊会当。有圣神所想出的异象，甲感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回答咱拄则所问的这个问题。主啊，我怎么知道？上帝讲亚伯拉罕，伊嘛曾经疑惑焦虑，伊唔知将来要怎样，但是伊安静，伊顺服，伊听候，祷告够久。祷告够专心，我们就听到上帝的声音。因为圣经讲，上帝的声在大地动，在大风的中间的背后，有微微的小小的声音。我咱听到上帝的声，是伊讲，不是牧师讲，是伊的圣神所讲，不是人的言语所讲。伫什么所在？保罗讲。除了踮伫咱内心的圣神，无人会当知影将来的代志。这句话太水太水。哥林多的前书2章11节，伊讲除了伫你内面的圣神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你毋知你的人生的事啦。人的生死祸福，人的人生生死祸福。伊讲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会当知影人生的事；若毋是圣神，嘛无人会当知影上帝的事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讲到2项真要紧，伫这世间中间2项真要紧代志：我的代志甲天的代志，我的代志甲上帝的代志。做礼拜读圣经、灵修、祈祷，它毋是就是其他会当明白上帝的事嘛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见上帝伫以赛亚利米，伊拄着艰难的时阵，甲伊讲的话。亚利米书33章，这章太水。兄弟姊妹，恁读去了后，因时间的缘故，无够个时间，甲咱搁再对头到尾解说甲分享。但是亚利米书33章是亚利米，互人关伫国王的监狱内底，第2摆伫监狱的中间的祈祷，上帝对伊讲话，伊讲毋免惊，我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我要行一项搁大搁难，无人会当做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无人会当做。什么叫做又大又难？就是若无上帝甲我指点，我无可能会当做会成的代志。迄种的代志叫做又大又难。咱的人生中间检查，都敢若欠一项。
有真多代志咱拢做过，也可能又大又难。但是有一项，上帝所讲又大又难，除了我以外，无人会当做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甲咱撒个地定。上帝甲亚利米讲：你出声祈祷，我就应允。兄弟姊妹，你敢会记得耶稣嘛捌甲咱讲过一句话？伊讲求就互你，找着安那，拄着，拍门就安那，甲你开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信，毋通信伫遮，爱信到遮。有人一世人30-50年，对遮到遮走袂到。你了解迄个意思吗？咱拢用咱的理智，用咱的想法，用咱的主张，上帝话入来到遮就停啊！无进入到咱的灵魂，甲咱的感情，甲咱的情绪。看每一摆礼拜，咱的生命拢对思想，到咱的感情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主对你讲话。这是礼拜了后才开始的讲道，礼拜了后才开始的讲道片。当恁听到今仔日个圣经的解说了后，恁对到恁的厝，恁做伙伫迄个所在，为着将来祈祷的事，恁将恁的将来交上帝。上帝讲：我要为你们做一件新的事。又大又难，你敢有期待安尼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做对的事，走对的路，选对的事，做对的选择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真重要。智慧本身就是讲有能力，心中的能力，做选择的能力。智慧本身这个意思，这个字，伫剑桥英文的解释。就是一种的能力，智慧就是一种的能力，因为敬畏上帝所得到的能力，这种的能力会让人做选择。兄弟姊妹，愿主甲咱撒个地地帮助咱。今仔日我甲咱分享到这也无结束，因为前我所解说的圣经，有当时咱会停留伫咱个人的平安喜乐，咱感觉将来展望将来的事是一种福乐寿。你听，你敢有知迄意思？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咧展望新的一年，有可能咱拢期待讲赚大钱，好事将发生。伫新的一年是我个人，我敢会当甲咱拜托。后礼拜拜六就是选举，有人也听到牧师伫讲台顶咧讲有关选举的代志，可能开始起价无配，会感觉讲不安。牧师啊，这礼拜开始讲政治选举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政治不是亲像人所讲，是高明的骗术，是丑陋的妥协，不是。政治是众人之事，所以上帝讲，恁耶稣讲，恁在成就我的国甲我的义。上帝的国临到的时阵，就是上帝伊会掌管伫一个社会的内底。迄个社会会强者公正，弱者安全。今仔日我无特别的建议，伫恁的选举中间要选几号的人，毋是，迄毋是上帝的方法。但是我要甲咱讲，要做正确的选择，因为你的选择会影响你的囡仔。兄弟姊妹，你讲安尼吗？选什么人，敢毋是拢共款？这个社会常常安尼讲，选来选去都是那些烂苹果。兄弟姊妹，不是遐尼被动。你若真正用祈祷的心去选的时阵，你的选择会影响台湾的将来。你若主要想，你今仔日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子孙的命运。有一日到咱年老的时阵，咱有可能当真豪气，甲咱的囡仔讲，当阿公少年的时阵。捌做一个祈祷，甲上帝参详。我有做一个决定，我感觉真骄傲，因为你的决定，互我的生命有责任，有新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最后
展望未来之事，大家人拢去投票，好不好？而且慎重的去投票，不要放弃你手上该下台湾将来命运。兄弟姊妹，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。这是45年前，有一个牧师，伊伫我大学2年的时阵，介绍我读的一本册。这本册叫做《台湾》。这本册陪伴我伫大2、大3、大4，我一直在想讲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我会当做什么？我是成功大学机械系毕业的。我的同学内底大概有2个方向，一个就是继续出国留学，倒来做教授；佮另外一个就是毕业了后就进入工厂，伫工业界来工作。这个牧师摕这本册互我读了后，我一直在想讲，敢敢若这2条路嘛？后来我感觉讲，如果我若做牧师，建立一间教会，会当照上帝的话，伊检测对台湾的影响，会比我起一个工厂更较有影响。这是一个少年囡仔的想法。我少年的时候一直想讲，我的人生来当对台湾有影响力，这是我的期待。但是后来年纪哪来哪济，我都感觉讲，连我家己改变家己都足困难。我要安怎去改变台湾呢？恁敢捌安尼想过？我连我改变我家己都遮尔困难了，我要安怎去改变台湾？但是当我做梦的时候，上帝我看见噩梦。几年前台湾有一个叫做太阳花事件，恁会记无？当我对台湾的将来何去何从，到我少年到今仔日的，其实是越来越觉得唔知要安怎。但是太阳花这阵囡仔，无拄都是基督徒，但是因互台湾有一个足大的冲击，恁敢有同意？我读这本册一句话，互恁听。兄弟，恁敢知台湾这个名什么意思？恁敢知台湾这个名对对来？如果你讲台湾若是我的母亲，做囡仔唔知老母的名。这本册是一个台湾的日本上早期的文学博士，叫做王玉德先生。为着要了解伊家己老母台湾的故事，伊读足这册，伊伫伊的册内底写着几种台湾这个名称的起源。伊伫伊的册内底讲着一句话，伊讲真有可能台湾这个名，其实毋是外来语，毋是中文，伊是当时的希腊雅族因的话，当时安尼读，叫做台岸。台岸的意思伫希腊雅语的意思就是外来客、移民，甚至讲较歹听叫做侵略者。就亲像泰雅族咧讲汉人叫做白人，恁敢捌听过？泰雅族叫本地人叫做白人，毋是歹人啦，白人意思甲台岸意思同款。我读这本册的时候有一个足大的感慨，为什么我到大学2年才知影我家己台湾的历史？人拢教我读中国历史，但是无人教我讲台湾的历史。起有处理，无人有权利掌断一个土地的历史。我是外省的第5代，你讲敢有遐济代？我真正是外省的第5代，也未开始有人讲外省的第2代、第3代，因为我的太祖对福建来。但是当我看这本册了后，我问我家己讲，我是什么人？兄弟姊妹，我要甲你讲，对这本册内底，我发现
我是台湾人，台湾人一定会用台湾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。你敢知影台湾这个土地偌宝贝？有一种叫做南岛语系，你捌听过无？台湾人应该感觉足骄傲，因为南岛语系有可能是对台湾这个岛屿传出去的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展望未来的祈祷，有绝对的影响咱，你相信吗？无论你要选什么人，我拢尊重，因为咱的坐伫这条船顶悬，咱必须吞论你我咱无同款的选择甲主张。但是拜托，为台湾认真祈祷，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后礼拜的选举。坦白讲啦，这个话拢加讲的，咱进200票吼，也袂当影响偌济啦，敢毋是安尼？伫语云端顶悬、网络顶悬的兄弟姊妹，恁嘛小可斗祈祷咧。兄弟姊妹，咱200人敢会当改变台湾的历史？耶稣只有11个学生，对不对？虽然时间还较长，耶稣只有11个学生，你讲无啊？牧师有12个，有一个叫做犹大，伊坐迄班车坐无着，剩11个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咱的祈祷会当成就大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会中，就亲像4000年前，你对亚伯兰讲话。主，你伫逐世代，你不保持沉默。主，伫逐世代，你继续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对人类讲话。求你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，嘛来竞选，嘛来呼召，嘛对阮众人讲话。主，帮助阮真侪有责任的台湾人，帮助阮真侪有影响力的教会，帮助阮伫祈祷的中间，甲主你同工，也愿你的国人教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，因为国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